即马诈骗是世界样样飞。伫网络顶有人假作是人客要买物件来甲人拐钱。有一个大学生，伊伫网络顶要卖演唱会门票，毋但卖无成，阁去互拐超过12万。徛伫路边即个穿白衫的查某人，手拎规罐拢是钱，伫现金交出去进前，卖互警方随出动。警察。即个姓黄的查甫人去互诈骗集团吸收，甲受害者约见面，要伫教会边仔摕钱，当场去互警方抓起来。 他们一定会教你很多话术，很多要怎么回答的啦。这个60多岁退休的负责人，因为社群平台内底假的广告，落入去诈骗的陷阱，已经了差不多30万。诈骗的还佫叫伊继续降钱来投资，要去银行领111万，加在去行员动落来，甲警方合作，今配合要约见面交钱，去台北市大安这间天主堂边啊，等待诈骗的人出现。诈骗集团伪造假装潢、购置家具的估价单给熊女。 教导熊女在金融机构提领现钞时出示给行员，用以取信行员。这款假投资诈骗，台北有一个查甫人，伊相信只要纳钱，剩的由专人代替伊操作，就会当轻松赚到钱。警方主动伊汇钱过，也还怀疑警察咧甲骗。即马除了假投资世界样样飞，囝仔要来买物件，实际上说是诈骗的案件嘛，一直在增加。 今年1月至4月，这种诈骗的量是排第2多。去年可能在10名以外，结果到今年，它的案件数是有明显上升，裁人数是上升的更快。今年1到4月累计了5.9亿，它是仅次于假投资。民众被这手法骗的金额多则到100出头万都有。警方接到报案，伫北部有一个大学生伫网络顶要卖演唱会门票，有买的人惊讲已经伫第三方的支付纳钱啊，要求这个查某大学生联络人客服务中心，绑定口座，算因为安尼引导汇款，验证口座的金流，全呢了12万外。刑事局提醒，相关身份的验证，大部分是以 OTP 简讯或者是立即可收款的方式来进行，也让其他的手路拢是诈骗的话术。公司新闻台北报道。